做事没纪律，第一道在建堂下去分享了是辣海法国。这个建堂在中国的面也差不多，谁看上人的名气香好扬，马上谁也看中着。600年来分面不错，临走之前再回头看看，还让欧洲最著名的蓝皮楼有缘再见。住在中正浪向是生意也没干，想吃碗肉面也没地方吃吃。我欢喜热闹，欢喜人气，欢喜没肉夹气。那个是法国威尼斯，那种地方要落雨天来的。大网鱼、强迫山，这个进口水，愿望是美好，现实是残酷的。那谁？切肤之痛。四个。也是在这次你几分钟做完，你老这一代，看这个别人身上也不带做完。还那不要乱走，确定了再走。耶，难道也回出去了啦？哎呦，真是看见希望了。吃石头村个地方带着，那以前来看汤这家几不这是啥个汤家？那个石头村那个村啊，1年2亿，你在那过年吃个地方也是地图，侬好出去啦，今朝。王四王啦，不改皮啦，一到碰上去我再4份，想想再吃6月份，再拿4份这个数。那个是你带欧洲来是个经常这一点，金石玉美，只有人上，最主要是那1楼进入一点点美真气。这个美女困狗个样，你觉得？这样你们再出来看看，倒不倒个他，还要回去。护照不倒又收脱来，伊就是怕阿拉倒他，侬晓得伐？等到中国工业局，现在还竞赛，比上不做比我远，没动力。杨青娘就要当了一代官给死，尤其看字谜。你分到我600块那个肉买的，孤孤的人我已经收3次干箱子。我们的马力不够大，飞不出地球的引力，像他们马力大的人，也带他皮一个办法，就是寻个外国来的。还没开始吃饭嘞，工作人员分上班个嘞，伊2个饿杀鸡。今日我一律给你再冷冻。我晓得。吃香烟去了。香烟买搞了老早一个。现在你在欧洲来个第6日天，离开法国靠马山镇，甚至3个钟头汽车，侪是阿尔卑斯3角单子，感情是真的感情的。说实在话，我自家屋里也没一趟清爽，据说侪是个佛教，税数高再贵，不晓得阿元价是德国价1.52，鲜米版0.8，小商比送心便宜哇！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没我想象当中搿大书生好了。哪办呢？钞票说明书侪拿大在，看看封面浪向的中文，作为中国人，无比自然。当然了，开点退休工资肯定发来噻。